喂，大家好，又係我灰星人。開始之前呢，記得幫手撳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撳埋個鐘仔，咁樣有咩新片你都會第一時間知啊。咁好啦，直入重點啊！呢單嘢呢就發生喺今日啊，10月10號下晝5點半啊。地點係呢個天水圍啊，班車係巴士 K65啊，車廂突然嘣一聲啊！之後就見到啲煙啊，由一個乘客嘅背囊嗰度滲出嚟。條片都見到有個乘客啊，見到個背囊冒煙就冇走開，反而呢就係咁用隻腳踩落去，諗住整熄啲煙啊，好似想夾硬嚟啊吓。咁其他乘客一聽到着火就湧晒車頭，司機即刻開門啊，疏散啲人落車啦。落到地之後呢，個物主啊就拎住呢個冒煙嘅背囊，一邊行一邊將入邊一嚿黑色嘅硬物啊踢出車外。個硬物同個背囊呢都仲有白煙啊！呢個畫面啊，你都唔好話，都夠晒嚇人啊！真係。咁我哋而家去片睇下個情況啊。突然間砰一聲。嗰個箱就搞乜嘢啊？應該係尿袋係咪啊？可能要報警啊！唔得，哇！唔小心爆喎！喂，而家上翻得㗎啦，揾出嚟。攞出嚟，擠出嚟啊！哦，咩事啊？咁電啊！係啊，叫個律師啊！睇完條片啦，提供段片嘅乘客何生講啊，司機最初呢就以為係架巴士自己着火，所以先疏散。原來其後呢唔係架巴士起火，佢就係叫乘客重新上車繼續行程啊。不過呢，有人因為吸入呢個濃煙就覺得唔舒服，上到車入邊都仲聞到嗰陣燶味、嗰陣異味，好勁啊！最令到呢位乘客怪怪地嘅就係司機似乎冇就事件報警，亦冇特別問翻呢個乘客狀況。香港01呢都已經同緊呢個巴士查詢啦。呢幾個關鍵位呢係成件事嘅爭議就喺呢度。再補翻個細節啦，現場呢就有人估呢個黑色硬物可能係鋰電池，有人話呢似係啲手提風扇嗰啲。有人話好似呢啲煙彈咁，無論個真身係乜，背囊入邊啲紙張同呢個電費單都燒爛晒。證明嚿嘢呢喺個背囊入邊真係過熱或者燃燒。呢個就唔似咁簡單，無啦啦係一個煙頭咁簡單，十居其九都係鋰電相關嘅發爛渣引起啊。點解話危險呢？因為呢個鋰電池一旦失控可能反覆着火仲有可能爆裂噴火。過去幾個月都試過車廂冒煙。有工程師都提醒，如果係啲充電器、尿袋電池呢類咁嘅電器起火呢，直接淋水呢係有觸電風險較穩陣係用毛巾布冚蓋隔住佢，或者再用合適滅火嘅裝置處理。總之就唔好用赤手亂掂，唔好以為踩幾腳就搞掂。呢啲位真係要記實啦。講翻類似嘅案例大家都有印象。今年1月尖沙咀都有乘客鋰電池喺呢個車廂冒煙當時就有人喺呢個車上滅火筒度撲熄咗。警方都有接報跟進列車之後就回廠檢查。去年油塘站都試過。有個男子件衫無啦啦燒穿咗個窿，又受傷。呢啲證明唔係你見到呢啲煙冇火就等於安全，程序都要跟足㗎。否則一着起火上嚟呢個密閉嘅空間效果可以好大。今次 K65呢個處理有冇問題呢？公平啲講，第一步司機一聽到着火即刻開門疏散，呢步都啱嘅。但係第二步呢？現場仲有異味，有人吸入啲煙不熄，而且有可疑發熱嘅硬物呢被踢到路邊。呢個時候就應該即時報999通知呢個
消防啊通知翻公司，咁啊應該要停車處理。咁啊消防處呢，一般建議都話好清楚噶啦，遇到火警或者特別事故呢，就冷靜打999，講清呢個地點同性質。呢啲都唔係多此一舉，係保護翻個司機、乘客同呢個營運嘅基本步啊。咁啊仲有一層啦，係呢個公共交通營運嘅基本責任啊。依照翻呢個交通法則嘅指引呢，巴士司機呢要採取一切合理預防嘅措施啊，一定要保障客人為先啊！即係換句話講呢，當呢個現場出現啊潛在危險物品嘅冒煙呢，作為司機啊，一定要確保客人嘅安全，要疏散啊，仲要呢有呢個風險受控啊，例如呢個封鎖現場啊、報警記錄等啦，呢個專業人員去評估，而唔係咧確認唔係部車着火就可以即刻開車算數啊。咁啊，客人嘅角度咧就係遇到啊同類情況可以點做咧？咁啊幾句貼士啦。第一，唔好做英雄啊，見到呢啲咧電磁類冒煙咧，唔好用手捽啊，唔好諗住用企圖啊踢走佢。第二咧，第一時間同司機講，要求停車疏散。第三呢，如果架車有滅火筒呢，如果有基本使用嘅概念呢，就應該交俾職員或者熟悉嘅人士操作。再唔掂咪自己嚟啦。咁啊，第四，遠離呢個煙源啊，唔好貪近啊，咁啊拍片啊、影相啊。咁啊，因為第五呢，因為如果吸入呢個濃煙呢，會覺得唔舒服，要出聲啊，一定要求醫。呢啲全部都係保命同保護自己權益嘅實質做法。咁啊，回到呢單新聞呢，有幾個問號呢，要呢個巴士交代。當時呢個司機有冇即時報警？有冇去呢個控制中心回報同記錄呢？有冇主動關心表示不適嘅客人呢？咁啊，巴士其後有冇翻廠檢查呢？咁啊，同場被踢落車嗰件啊，仍然冒煙嗰件黑色硬物，最後點樣處理呢？呢啲都唔係吹毛求疵，而係訂立係公開固定嘅做法，就必要一環。所以呢 HK01 已經呢正向呢個巴士查詢。咁啊，作為日常搭呢條線嘅街坊呢，都希望可以盡快有清晰嘅回應啊！我哋又再擺翻去呢個大框啊！而家人人都帶住幾件發熱嘅裝置，呢個外置電啊，即係尿袋啦、手提風扇啊、電子煙。仲有其他啲相機電池啊，一唔小心老化、充電劣化咧，都會出事。公共交通車咧，廂密不透風，一爆咧就人心惶惶。營運方同司機個應變反應咧，直接決定咗個場面有驚無險定係小事變大。所以最務實嘅結論咧係3句啊：一、乘客唔好亂咁踩可疑物；二啊。咁啊，司機除咗疏散啦，咁啊報警仲要等呢個專業處理啊。3呢，港鐵要交代翻個強化前線嘅程序，包括見到呢啲鋰電池冒煙嘅標準工序啊。咁啊，乘客健康申報同埋架車呢，係咪需要即時回廠檢查？咁樣呢，先令到乘客同公眾呢唔使提心吊膽。最後啊，用最貼地嗰件總結啦。今次就唔係冇火就冇事，而係啲煙呢冒緊出嚟啊！咁一個人踢落車就唔代表呢將呢個危機解除，反而可能將風險帶到路邊或者帶俾其他人。咁啊，希望呢個巴士快啲交代，梳理清楚個流程，下一次呢就唔好再靠呢個乘客神勇踩包，要靠制度程序穩陣，咁可以先保護一架車噶嘛。咁啊，各位觀眾你係點睇呢？留言話知，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我哋下集見，拜拜。